導演張堅庭用100萬玩資產活化，掀起咗全城熱話。但係普通人冇名人光環，點樣可以無痛複製？富人思維嘅核心唔係一世收租，而係將死資產變做活資金，等同一筆錢打2份工。第一步，優化借貸，自己申請再融資，利息高。企業級做法係幫你對接英澳經紀，賺取最優息差。第二步，精準選址，唔好盲目搏低價，精選萬城、利物浦核心物業，估值高，租客穩，再融資先至最穩陣。第三步，系統管業，唔好靠人情債，有租務篩查到出入伙報告，全管大後方支援，用系統幫你隔海控險。效法名人思維，執行交俾我哋。想幫海外資產做壓力測試，即刻私信我預約深度諮詢啦。